我同大家講，我賣咁多護膚品，我從來未見過可以一支個裏面，除咗你日常嘅洗面，第二仲有埋白樺樹，幫你延緩細胞壽命，同埋可以減少炎症。同級嘅法國紅茶萃取可以斷黃，仲有埋呢一個金骨嘅一個葡萄柚等等嘅萃取啦。一樽達到養膚級、SPA 級嘅高端澳洲懶人級嘅洗面，佢一滴水都冇落。但係你會問我，咦？咁嗰個液體係點嚟㗎？白樺樹汁液係有機啊，係有機無毒嘅白樺樹汁。原來白樺樹咧係可以減少咗我哋個皮膚嘅嗰個發炎，包括如果你係容易經常有濕疹或者係玫瑰痤瘡嗰啲炎症不停翻發咧，白樺樹汁液係一個超強嘅一個咧抵禦空氣嘅一啲敏感源。呢個品牌係媲美過千蚊嘅品牌，佢入邊用咗法國有機嘅紅茶葉萃取，佢入邊仲要用咗咧澳洲人手採摘嘅有機嘅葡萄柚同金骨皮，呢兩大嘅一個嘅桔類金骨類嘅皮啦，入邊有大量嘅維他命萃取啦，可以幫我哋咧有效洗面期間咧，去令到皮膚底層嘅膠原蛋白咧生得更加圓潤。維他命特別 C 咧，唔係淨係美白㗎。骨子類嘅維他命 C 咧，係有效同我哋嘅皮膚膠原蛋白底層咧產生一個協同效應 synergy， 令到我哋原本咧嘅膠原蛋白歪嚟歪斜咧，當佢接觸咗維他命 C 嘅時候咧，會更加圓潤。當佢個排列越排得好，越圓潤，越密度越高嘅時候咧，我哋個皮膚密度越高咧，摸落去會結實㗎，可以幫你減少黃氣。洗完塊面咧，你係白一度，因為當我哋塊面咧積聚咗好多嘅毒素，同埋平時因為我哋食嘅嘢荷爾蒙影響，或者我哋嘅生活習慣唔好嘅時候咧，你有好多嘅毒素積聚咗喺皮膚咧，令到你好似咧油淋淋同埋黃冚冚，而佢咧就可以幫你導出埋嗰啲嘅毒素，同時幫你抵禦自由基，可以減少黃氣。佢仲係冇化學起泡劑，所以咧用完之後係滑到線手，冇酒精。你睇你塊面唔乾啊，一啲都唔乾。同埋咧，佢係可以幫我哋咧鎖住嗰個水分咧，令到我哋平時咧真係化完妝咧，係啊，佢係直情我哋頭先用完係白淨咗。同埋咧，我摸塊面啊，好滑，係真係滑，一啲都唔乾。唔乾，一啲都唔乾。